大家好，歡迎嚟到第7課。上一課我哋組裝咗一個完整嘅 Transformer 模型。今日我哋要解決一個同樣重要嘅問題：點樣準備數據嚟訓練呢個模型？一個好嘅數據管道係 LLM 成功嘅關鍵。訓練 LLM 需要海量嘅文本數據，最大嘅來源係 Common Crawl， 即係從互聯網爬取嘅網頁，佔大約60%。Wikipedia 提供高質量嘅百科知識，Books 式書籍提供長篇嘅連貫文本，Code 即程式碼令模型識得寫 code。FineWeb 係 Hugging Face 清洗過嘅網頁數據，有15萬億個 token。GPT-3 訓練用咗3000億個 token，Llama 2用咗2萬億個。數據嘅規模非常之大，原始嘅網頁數據非常之髒，所以清洗步驟好重要。第一步係去重，即 deduplication， 用 hash 比對去除完全相同嘅文檔。Common Crawl 有大量重複嘅內容，例如 boilerplate 同鏡像網站。第二步係長度過濾，太短嘅文檔通常係導航欄或者錯誤頁面，太長嘅可能係自動生成嘅內容。第三步係質量過濾，檢查特殊字符比例、字母比例等等，移除垃圾內容同 SEO spam。經過呢3步之後，FineWeb 移除咗大約90%嘅原始數據。記住，數據質量比數量更加重要。Transformer 需要固定長度嘅輸入序列，例如2048個 token， 但係文檔嘅長度差異好大，有2個做法。第一個係 padding， 即填充，短嘅文檔後面填滿 pad token， 令佢變成固定長度。但係咁樣好嘥。例如 The Cat 呢個短文檔，8個位入面有6個係 pad， 即係75%嘅計算都嘥咗。第二個做法係 packing， 即打包，將所有文檔連接埋一齊，中間用 SEP token 分隔，然後切成固定長度嘅 chunk。咁樣每一個位都係有用嘅 token， 零浪費。所有 LLM 嘅預訓練都係用 packing。Data Loader 係數據同 GPU 之間嘅橋樑，佢將拍好嘅序列 shuffle， 然後組成 batch， 送去 GPU 訓練。一個 batch 嘅形狀係 batch size 乘以 seek length， 例如 batch size 等於4， seek length 等於2048，咁每次送去 GPU 嘅就係4條長度2048嘅 token 序列。PyTorch 有2種 dataset，MapStyle 支援隨機存取，適合中小型數據；Streaming 即流式讀取，適合 TB 級嘅超大數據集。LLM 唔係淨係用一種數據訓練，而係用多種來源嘅混合。一般嚟講，Web 數據佔最多，大約60%。Wikipedia、Books 同 Code 各佔大約10%。學術論文同其他來源各佔5%。混合比例對模型能力有直接影響。太多 Web 數據，模型會生成低質量嘅 SEO 風格文字。太多 Code， 模型會喺對話入面亂出程式語法。太少 Wikipedia， 模型會缺乏事實知識。太少 Books， 模型嘅長篇文章會唔連貫。所以混合比例係一個重要嘅 hyperparameter， 需要根據下游任務嚟調整。總結一下今日學咗嘅嘢：第一，數據質量比數量更加重要。FineWeb 清除咗90%嘅原始數據。第二，清洗包括去重、長度過濾同質量過濾3個步驟。第三，packing 將文檔連接再切割，消除 padding 浪費。第四，Data Loader 負責 shuffle 組成 batch， 然後送去 GPU。第五，數據混合比例係一個重要嘅 hyperparameter。第六，完整嘅管道係原始數據、清洗、tokenize、打包、訓練。掌握咗呢啲概念，你就識得點樣準備數據嚟訓練自己嘅 LLM 啦。多謝收睇，下一課我哋會正式開始預訓練，包括 Next Token Prediction、AdamW 優化器、Learning Rate Schedule、Loss Curve 分析同 Checkpointing。
我哋會真正訓練一個小型嘅語言模型。記得繼續跟住學啦。